请走吧。并着感谢摇花，求叫伊的名，希望百姓中间保佑伊的所做，就愿意因诗、愿唱歌鼓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就因为伊的圣名来歌口，找摇我的人心内就欢喜。是咱的圣诗，圣诗第76首，世间的正人，大家心三重，演着，请大家做个起立来念。请议员徛立，用使徒信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心求真理的面对，众所地的主宰，我信仰所有，圣别的信仰，来主，一定信心传来，对在主万家事情，一本丢掉
教育，直接教育兴化我的思想，我信性情，是中国我会教育，信我的成功，最效率，就可以过我另外的方面，阿门。谢谢。请开体验文，体验文第17篇，体验文第17篇，请着请咱同齐来体验。耶和华，我对青天求叫你。主耶和华，你若救砍罪恶，是水徛会了。我天后耶和华，我的心神在天后。我的心情天候主，比手见的人天候天光较切。以色列人，你着仰望耶和华。伊的确救赎以色列。咱三甲暗头来祈祷。全能上帝是阮的父，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我要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爱，感谢你以主日降临我的人间，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时间。虽讲有风台来经过，但并无造成大的灾害。感谢你的保守看顾，导致使阮到夜以灵通生活，互阮会当伫安息日。搁一摆自一伫你的圣殿三甲敬拜你，总是我会伫你的面前承认家己的过失，无论是因为贪恋俗世的金钱物质，袂记你用清奇的心来服侍你，或者是因为骄傲也家己做大，将你的假施放一边，完全凭家己的意愿来行，你甲我产生最的罪恶，人甲人中间的无和谐。主啊，求你赦免，求你的保护也看，包括阮所有的过失，洗净阮一切的不义，帮助阮用清洁的心来服侍你。主啊，我爱为着现此时无稳定的天气，你来祈祷。虽然这拢是你的创造甲旨意，但是求你怜悯，互风台无地甲造成大的灾害。求主你来带领扶持。互台湾这个土地使用工商当健康发展，特别是伫最近侪社会犯罪事件，互阮感觉真无平安的时刻。求你赐人爱、和平伫这个社会，求你赐落安慰，互人甲人中间彼此来体贴、彼此照顾，除去一切诡诈、罪的念头。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求你使阮教会逐项的开课时间，毋望南口教会成做咱属灵的家，而且敬拜你、服务你，伫这个所在拯救灵魂、服务社会。毋望咱的教会建立伫主耶稣的根基顶面，同心合意，彼此相听，活出主的荣光。主啊，我也为着还未来到你的圣殿的人来祈祷。因为可能搁你为着生活拍拼，可能身体欠安，主啊，阮求你赐因帮赞因的欠缺，互因拢到业，也恳求主，你搁上平安甲喜乐赏赐互阮。阮相信你若是救赎的主，搁是疼阮的主。阮将一切挂虑伫祈祷中来交托，求你来讨教，因此阮对你来讲。只是阮也要同齐用主导论来祈祷。
是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咱咧看圣经节，伫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到20节，请选着，咱来看，我来读。19节，啊是你毋知你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圣神踮伫你，就是你对上帝所有的，果你毋是家己的，因为是用价钱买的，所以就是你的身躯应当上帝。这时请波动之弟兄用演奏来带咱进两个礼拜。
讲道的时间，讲道请稳当的为牧师。各位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风台天三角组织伫上帝殿面，而且咱来敬拜到了上帝。今仔日其实嘛是较特别，咱有邀请到台湾法律天使心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来甲咱的中间萧耀文老师，来甲咱的中间来做见证，来分享上帝的听。伫咧天使心的即个所在，因安怎样来培育陪伴做共款的遮兄弟姊妹、遮家长，所以当透过伫老师咱一个讲道中间老师嘛要邀请老师来甲咱的顶管台顶来做分享，伊嘛带来真侪无共款的资料伫遮。真忙，咱兄弟姊妹，虽讲咱今仔日人无济，线顶的兄弟姊妹，牧师议员邀请咱真足来听即个见证，听这个分享。当然咱今仔日真忙，咱有侪的感动，每一位兄弟姊妹牧师真期待，咱会当将即个感动变成做落去，咱做阵来支持，用金钱来支持即个团体，帮助咱会当搁较侪听信心，互咱会当透过即个团体来帮助做共款家庭的人，所以这真重要。伫今仔日特别咱伫9月份的第一礼拜，邀请天使心基金会来甲咱的中间，而且望咱每一位兄弟姊妹都较尽心尽力。要开始进行，请咱三角来祈祷。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是主，阮感谢你，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主的听内面，阮做伙来成长。主啊，阮知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你互阮看到上帝你的疼痛，阮看到风台无有直接进入阮生活的环境内面，阮倒转你用这么奇妙的方式，而且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而且阮无惊风雨，来到上帝你的殿面，而且阮来敬拜学老主，而且阮来体会到，最后所你定死伫十字架顶迄款的痛苦，而且阮嘛爱学习，最后所你互阮，你帮助阮，你疼阮。互阮有即款的改变，真心真意真力真心来听主你的上帝，嘛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听厝边亲像家己，来帮助阮对你上帝有绝对的相信，对你阮所成长的土地有疼，对你人阮会当。互相相关怀，主，阮搁一遍恳求你信心，甲阮三个伫咧，帮助阮今仔日的聚会，将一切荣耀来归互你。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但是，因为今仔日牧师要用这个题目，开始分享。要用这个题目，用给家庭重价与廉价，重价与廉价对咱来讲，什么款是真重要？重价，耶稣基督定死伫十字架顶，它绝对不是廉价，绝对不是。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拢定定伫咱的生活内面。会拄着，比如讲菜市啊，我妈妈定定甲我讲，
讲你差不多吼，菜市仔中昼差不多12点左右吼，要咧我12点半去，拢会安怎？哦，拢会大特价，哦，拢会大特价。啊，所以有时啊，我出到到我孙女走去菜市仔，差不多这个时间，哦，中昼一阵，真感谢上帝。当然，咱会当伫生活内面看到什物是廉价的物件，咱真必爱伫遐买，因为太俗的、太简单的、太便宜的，吼，咱就会当退去买着，哦，去享受，甚至是买一送一，是毋是？哦，做伫咱的生活内面，总是咱来思考一件代志。透过今仔日这段圣经节，才有写着，但是你毋知恁的身躯就是信心的殿，信心踮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佮恁毋是家己的。27，因为是用价钱安怎买的，所以着伫恁的身躯应当上。即卖有姊妹，今日无论咱的生活的状态是怎样，无论你是毋是所谓人讲健康的人，还是毋是健康的人，其实我用即个马克讲起来，就是爱咱清楚知影，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啥物？拢是好。伫创世记内面讲着，上帝讲创造的一切，上帝拢看是好的。若欠一只手，上帝看是好的；若欠一只骹的，上帝看是好的；大块的，上帝看是好的；瘦的，上帝看是好的；跳的，上帝看是好的；有戆的，上帝看是好的。亲爱的兄弟姊妹，今日真重要的是，若是咱的身躯、咱的心灵，搁较重要的是，你是毋是会当？信心踮伫你，会当去体会、经验、经历迄个信心，甲咱三个对的。所以其实咱即个题目已经是即个顶一季上一季顶一季就已经有准备好即个题目同题甲连题总正有连线。拄好无拍算，今仔日咱嘛拄好邀请到天使心基金会副执行长。萧亚文老师来甲咱中间，伊是咱顶一次几个月前邀请林兆成老师的太太。这老师就免多加介绍，因为咱兄弟姊妹对比林老师迄边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伫迄个过程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充满着感动，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即个听即个林老师的见证的过程中间，伊用真清楚的台南腔有时啊，有法度用台南腔，恁台南腔听起来就敢若真安尼真温暖，我嘛真感动啊！因为讲着伊甲伊的太太，伊甲伊的即个查某囝的即个做伙的过程中间，上帝安怎用手势帮咱对伫迄个死亡的边缘一直到互上帝超出着，一直到用各种的方法伫遮。感谢上帝，上帝看做是好，就甲你我共款，上帝看你我是好，所以因有即款的感动，搁较需要帮助，搁较济，有遮会兄弟姊妹。伫迄边，我相信侪兄弟姊妹欲罢不能啦吼，所以就甲咱的中聚会、小会、中聚会提讲甲看会当搁安排一摆的组织聚会。感谢上帝，今仔日随望有方互无输真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都是今仔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伫遮来斗支持、斗关心。我相信这毋是廉价，这是啥？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主要所基督用重价买回来。所以原主办同咱今仔日伫即个地方内面，伊原3点，无输真简单，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咱要安怎用回应上帝的听？所以牧师会将时间交互咱的萧老师来甲咱的中间伫遮做阵来分享。
愿主来帮助。头先咱爱来经文分享的，咱是主同家所买啦，咱是主同家所买。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记载，讲伫美国内面有一个亚利桑那州一边一个查某囡仔，伫山顶走失去，伊无拍算，等到伊五百英尺即个深渊内面，一个警官伊用一条绳子绳将家己垂落去，伫遐将迄个查某囡仔救伊，但是迄个警官无拍算要爬的过程中间，煞无小心，迄个绳啊怎断落，怎落回山谷，丧失性命。警官为着要救即个囡仔，牺牲家己的性命，所以迄个囡仔的性命会当通讲是迄个警官陪伊的性命伫咱来换。所以，有正主的保罗伫今仔日的圣经在提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毋通忽略家己，因为咱今仔日会当转来到主面前，成做上帝的百姓，是主用代价换回来。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真清楚知影，主要所定死伫世界顶的意义，伊就是为着世间每一个人，无分你是啥物款的人，就是为着世间每一个人。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就当思考一件代志，主用安尼换来，用伊的性命，用伊的换命。所以即个代价就是金钱，毋是物资，咱是极贵重的代价。就咱亲像主要说伫晚餐的时阵，最后的晚餐的时阵，伊讲着会拼甲葡萄汁，伫遐来形容伊的身躯为着安怎，为着咱拍坏。今仔是讲咱无有圣礼礼，伫圣餐桌顶悬，咱无准备即个饼甲葡萄汁。今仔日毋是圣礼礼，是咱一般日常主日的礼拜。总是牧师特别透过伫今仔日爱互咱兄弟姊妹去体会。虽然说定是世界顶一款的环境，虽然说要定是个进程，伊安怎用啥？用伊讲的饼甲汁来代替伊的性命，伫遐分享互伊的学生。所以，不管保罗讲，使徒保罗讲，咱的主耶稣是用伊的性命同价所买来，咱是咱的主耶稣用同价性命同价买来。所以，弟兄们，要一个学习，当然咱无忘记上帝的恩典，第二就是咱爱有一个感谢的心，咱要有一个感谢的心。感谢大家拢会是毋是？今仔日就是一个真好实的日子，感谢上帝，伊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生活中间无有欠缺，反正对咱会当搁帮助搁较济需要的遮兄弟姊妹。特别伫公开的这地中间，我相信兄弟姊妹会当来即个所在坐，你对上帝。当然，咱山顶的兄弟姊妹，无得甲你多学，无法度来，总是较可惜。总是咱看，今仔日其实看图看起来还好啦，只不过是讲有时较大你路线我安尼行路线无法度行，较是有影。但是，咱愿意来到上帝殿院，而即间差不多有50年的历史，咱的教会有14年的历史，但是即间建筑物有50年的历史的中间，咱伫遮做阵来敬拜上帝，讨上帝，回应上帝的听，咱伫遮少年主用同价来牺牲的性命。我相信这是一礼拜，每一礼拜咱拢伫咧主日的时阵应该爱思考的。但是今仔日牧师特别有即款的感动，佮提出来，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主同价所买来，咱用感谢的心，伫迄个过程，咱来感谢上帝。美国第12任的总统是林肯，伊为着要解放黑奴，互人暗杀，所以伊的遗体放伫华盛顿行动，人伫遐咧瞻仰的时阵，成千上万的人排队咧瞻仰伊的遗容，正就安尼即个过程表示对伊的尊敬。有一个乌人老妇人牵着伊的孙来排队，要来看因所尊敬的总统的遗容。所以当因来到林肯总统的遗体的边仔的时阵，这个乌人老妇人对伊的孙仔讲：“你来看上帝。”
你要看仔细，你要仔细看，你看详细，伊是为你来死，你的自由是伊付出性命换来。所以讲，咱无法度甲迄个场景，迄个所在咱来看，但是牧师真期待咱会当有即款生活的经历甲经验，咱伫南口的所在，其实得天独厚。虽然有时啊，寒人较寒一点，湿气较重一点，但是咱伫即个所在，热人其实咱啊，门规拢真凉，凉拢会吹，因为咱伫个台地阴寒，无论是南风还是东北季风安尼吹，拢是凉凉。咱感谢上帝，因为安怎？因为咱上帝互咱听起哩南口的所在，咱会当都有较侪的心力伫遐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咱爱有一个感谢的心，这是真重要，亲爱的姊妹。所以，牧师真期待咱今仔日会当用咱感谢的心情来到上帝面前，咱会当等一个听到侪无共款的见证，而且咱做信用的关系，付出咱的领导。最后一点，咱咱的姊妹来分享，这嘛是真重要的一点。伫这个过程中，咱看到，咱用咱的身躯来敬拜上。用咱身躯来敬仰上。就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内面有讲到，恁敢毋知影？恁的身躯就是信心的地嘛。恁的身躯，这信心是对上帝来的，住伫咧你的内面。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一定拢有信心内住伫咱的内面，咱个内住在里面。你注意咱内面，咱平时为人做啥物款的代志，咱拢有上帝的神伫咱的内面帮助咱关系、思考、做信用的判断、信用的关系。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就是安怎？咱时常爱敬仰上帝。拄则咱开始进行这个读书庭的这个林延恩同学。伊拄则看，应该是做德国杂课，面互相德国杂课。这种题其实读书伫这个小时候，做细汉有捌听过。这个国校拢定在办。当然这首题真感动人。你看林延恩同学牧师对牧师来咱教会9年级，伊拄仔幼稚园。即摆已经国小6年级5年级5年级。其实安尼过真紧，拄出世2-3岁即摆即个时间会当开始伫教会做事徒，伊从啥？伊来敬仰上帝。亲爱的姊妹，牧师当然毋是讲敢若对林延恩同学安尼鼓励，牧师嘛鼓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我捌伫我过去5岁教会，有一位青年，伊是伊的智能较不足，但是伊每一工透早，伊就家己行路，伫船塔的所在，家己行路来到教会。伊伫教会头前，船塔的教会拢是有即个庭院，伊就开始伫遐咧摒扫。摒扫了后，伊就开始整理教会内面的物。伊拢无啥物讲话，摒扫，拄则会细细念一下，因为伊智能较不足，但是伊安怎？伊就是每一个代拢做即个代志，来到即个所在，伊叫做阿发啦。伫遐我每一遍去到教会看到伊伫遐，我就讲好啦，你好。伊就掠头起来看，因为伊迄阵其实伊搞不清楚牧师甲班导，我迄阵还袂做牧师，迄阵是班导尔，但是伊拢叫我牧师嘛。伊就听起来，就讲牧师你好，继续摒扫。对于我熟悉伊，甲我离开因教会，伊逐工无论是风台，我嘛是，就是敢若今仔日安尼嘛是共款，来到教会，迄个印象我诚清楚。我看到即个阿伯来到教会，伫遐，伊每一遍到教会，伊就是一遍，当然这是伊家己伊知影伊认捌的上帝，伊伫遐是一遍，伊就讲安尼，伊就开始摒扫。
规间教会其实有人拼三岁啊，但是伊有缘做即件代志。每一个厝里，伊拢来到上帝殿面，伊伫遐来拼扫，伊伫遐来敬拜主，伊伫遐用啥？用辛苦来应验上帝。因为安怎？因为厝边头尾的人看到即个阿伯人来到教会，伊遐大家拢加学乐，讲囡仔遮好，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伫遐来应验上帝。现在咱的姊妹，用出来帮助，咱无论是食还是啉，无论做啥物，这真重要。除了保罗讲，所以恁食或者是啉，无论做啥物，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来行。像是伫我过去无回教会，迄个阿伯啊，已经教会，嘛有一位。真连长真互人尊敬。虽讲伊无长职，但是伊伫团契内面，伊伫逐所在，伫教会逐所在，伊拢互人真尊重、真尊敬。有时有一天，要去甲探访，伫遐我着借着地址，要去甲探访。去找着厝边，伫迄个过程，刚看到伊厝边，我着问讲某某人。伊个厝是毋是伫遮？无拍算，你知影厝边安怎讲？我讲，迄个火家母安尼伊住伫迄边啊。我听着人厝边头尾个人甲讲，迄个称呼，迄个会友火家母，我心内面听真艰苦。一个伫教会遮尔热心，遮尔会晓祈祷，甚至是伫团契内面。都有真好的分享的，伊咧厝边头尾人的心目中，竟然是火家母，你知影火家母是啥？一直讲话，一直讲，不安尼吼。火家母就是安怎？就是说不定会到人场馆。伫即个过程中间，我看到伫教会内面竟然有遮尔多，依然是即款的过程。我做信仰的反省，哎呀，咱是毋是？用咱的辛苦伫遐来安养上，感谢主，会当透过今仔日，咱就咧邀请咱的老师夏老师来个勇敢跟我们做见证分享，也报告现在他们要做的事工，求主也帮助我们，就这样时间先交给夏老师。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是雅文，我是赵成的太太。很抱歉，因为我用国语讲会讲的比较流利。其实我是台南人，但是离开家乡很久了，生活上大部分使用国语分享，所以我今天很抱歉还是使用国语。刚刚其实牧师已经谈到了，前一段时间。赵成来到这边，带着团队来跟大家做音乐还有生命见证的分享。不晓得当天有听到他分享的人，可不可以跟我挥挥手一下？好，好像有其中有几位哈。那我简单的自我介绍，我跟我的先生都来自于文化古都台南。那因为台南人呢，在过去很看重音乐教育。所以我非常的幸运，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都被父母亲很好的栽培教养，所以我们有机会学习音乐。我的主修乐器是钢琴，所以当一个人从师大音乐系毕业之后，理所当然他好像应该是一个音乐老师。那确实，我跟我的先生，原本的职业。就是教音乐，在学校任教。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婚后所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却是一个发展迟缓，后来就成为多重障碍的患者。那我解释一下他的状况，就是他有智力的障碍、智能上的障碍，
然后他也有肢体的障碍，他终其一生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在14岁的那一年，有一个睡梦当中，他就离开我们，所以他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的短暂。他7岁的那一年，是我踏进教会的那一年。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觉得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就能够成功。学习音乐就是要坚韧不拔，努力不懈。但是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障碍的孩子，我们后来为这些孩子取名叫做爱琪儿 （Angel）， 他们就是像天使一样的单纯可爱。遇到了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就发现，不是父母努力不懈就能改变他的困难。在他7岁的那一年，当我进入了教会，走入了信仰，我才发现，原来在上帝的眼中，就像牧师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神看为好的。那为何在我的眼中，我的孩子不好？那是我的眼睛、我的视角的问题。所以神非常奇妙的是改变了我和赵成，而不是改变医治我的孩子。起初我们走入信仰都是带着一个很自私的心态，就会希望上帝要医治我的小孩，我才要相信他是神。但是我每一次这样的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我终于发现其实要改变的人是我。因此从一个骄傲自负的母亲，逐渐的学习谦卑，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在神的感动呼召之下，我们在2002年成立天使星家族。天使星家族主要陪伴关怀的对象，就是跟我一样家里拥有爱琪儿身心障碍者的父母。这是我们20年起初神呼召我们要做的事。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挣扎。我原本只是想要顾好我自己的小孩，为什么有一天上帝要我去顾别人的需要？我自己家里面的困难都已经很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去顾别人家的需要呢？这在我里面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当神的感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大家可以想象吗？今天我坐在这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刚牧师一直说外面有风雨，你们知不知道20年前的今天也是台风天？20年前的9月5号是天使星家族成立的日子。我居然在20年后的9月4号来到一个教会分享这一份荣耀的呼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走过20年。就在即将要过20岁生日的前一天早晨，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20年神是怎么带我们走过的。所以我想一开始要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呢，里面就会谈到，这20年当中有哪些人陪伴我们走过。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是过去的台湾的财政部长林正国弟兄，我们的执行董事是好消息电视台的董事长曾国生弟兄。可以在影片当中，我们透过影片来认识过去的20年。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们的孩子爱基友，他可能在某一个他的自己的状况里面，他还不太能够感觉到他的痛。但是当父母要面对医疗中的孩子的成长，或面对外面的眼光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跟整个那个过程是艰辛的。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是我们真的看见20年前的台湾，没有人会想到爱琪儿家庭的父母是需要被关心的。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家长，所以我们理解有很多的眼泪是父母往肚子里面自己去吞，然后觉得跟别人讲这些困难，有谁能够理解？甚至你会觉得好像要压抑自己的感受，全心的投入在孩子的身上，忘记自己。对，我就只有一个初衷，就是说，亲在边讲，也不要平时边讲。那我们孤零零的走，不如叫他一个人跟走得很快啊，但是我们牵着手可以走远一点，是不是只是这样？那彼此相惜。当我进入信仰的时候，我重新去发掘我的孩子的价值。既然我们都相信孩子的生命是有价值，其实悲喜就离我们很远。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所以，天使星成立的初衷就是在这样一个看见。父母一定要快乐的成长，这个孩子才会有希望。可是当天使星成立之后，好像就唤醒了很多的父母，他们里面那个死去的感觉。所以当这些父母亲很快速的聚集，他们的改变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义无反顾最重要的原因。万事起头难。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你财务需要怎么去达到，你的这个理念宣导需要的一些团队，这些都是很多的挑战。经常来讲，我们在初期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公部门所谓的支持也好，或是经费的应付也好，都是在生单来讲，没有听到有时候我们要去申请补助什么，都是常遇撞壁，跟监狱团对谈，讲白一点，他好讲。还要我们去支持嘛，对不对？所以在一开始的这些其实是很艰辛的。一般社会大众不太能够理解这些父母为什么需要被帮忙，在邀请社会大众来参与志工的服务啊，起初都是很困难。但是我相信也是因为后来逐渐的看见越来越多的父母愿意走出来，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的力量，其实也感动了很多一般社会大众。当我一开始还没有接触天使星的时候，我见到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么下去。我记得雅文曾经跟我分享过一句我觉得很深受到的话，他就说：“你爱你的孩子吗？那即便他不如你的期待的成长，你还爱他吗？”那他告诉我，他还是爱他的孩子。所以我很深受这一段的感动跟激励。我看到一个像这20年来社会好像都是改变，以至于让这些爱子的家庭更容易分享出来。这20年来，我看见爱子的家庭的父母，慢慢的，他可以接纳自己，然后接纳自己的孩子。最让我感动的事情就是，这些家庭不再畏惧社会的光，这些家庭呢，他们可以跟一般人活得一样。这20年基金会，我们已经帮助了4000多的爱情家庭。这些的父母，他本来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困境，也不想接受别人的帮助。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这4000多位家庭愿意接受帮助。当他们接受帮助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家庭就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救济工作。20年放过过去，我回想过去，我跟赵先生我们第一次用餐谈到的感动，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是回顾这20年，我也看见好像天使星在神的恩典下，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说实在话，太有限。父母渐渐老去，那孩子慢慢长大，那他的孩子未来的出路以及父母老去有没有办法再像以前这样的能力去照顾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担心的地方。其实要运作一个日间或者是全日型的照顾机构，有很多的困难，例如专业人力的不足，或者是政府的助款是有限的，你还会有其他的经费缺口，该怎么办？好像还要持续去募款，它是一个永远不能够停下来的事情。所以天使星对于要成立一个日间的照顾机构，第一个照顾机构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从这一些过去机构服务的困难当中找到一条新的路。有没有可能他把它缔造，如同我们2011年那个331那种场景，是在每一个区、每一个里能够去呈现？我们即将在一个新的主爱楼里面，我们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友好的里，有发展中心，然后在当中跟居民如果去互动，会变成双赢。那主爱楼是什么观念？我不只是1年办1、2次的产区，我是可以每天让你把孩子送到主爱楼来。我每天都可以做一个产区，如果家长们他在照顾这样子的孩子，有碰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可把他送过来了，你送过来是晚上再来接，但你不是对你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实质的一个帮助。主爱楼只是一个示范，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等到我们真的把这些不管是技巧也好，各方面管理也好，如果他成功的话，都能建立起来以后，主爱楼是希望全台湾或者全世界都来 copy， 每个都可以来做，来去鼓励到各个社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充满了盼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solution。希望我们下一步能够蒙善的祝福，希望这个实力的愿景是对整个社会大众是一个贡献。当父母的心被打开，当这些孩子的价值被看见，甚至守住，然后让他们能够很有盼望、很有喜乐、很健康的面对社会，那我们希望20年接下来的步伐就是让这些孩子的价值成为每一个地方的作用。走过20年，我们提醒自己要回到初衷。什么是天使心的初衷？就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爱这些被创造成为一个独特的样式的爱情。在神的眼中，他们不是瑕疵品，他们不是残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神要透过天使星家族的工作，翻转人们看待身心障碍家庭的负向眼光。神要透过天使星家族的工作，带给这许多在各个角落的家庭活出喜乐与盼望。起初我们成立的时候，曾国生曾哥问过我跟赵成一个问题，说：你们期待天使星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这里面有一个考量点，因为其实我们是因着信仰的改造，被神呼召感动出来成立。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服务更广的族群，我们需要先打破人们里面可能对于基督信仰某一部分一下子还不能接受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先从社会福利工作开始展开。但是上帝很奇妙，还是让我们得以结合。在影片当中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主爱楼。主爱楼是我们接下来正在整建、目前正在工程中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是一个3合1的一栋大楼。影片里面有一个爸爸说：我们都会担心，我们老了之后，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这是父母亲心中永远最大的担忧。大家知道吗？在整个双北地区，只有4.2%的中重度爱奇人。有一些比较轻度智能障碍的人，他可以进入职场，他可以融入到一般的生活当中。可是如果是中重度的，他就需要进入到照顾机构，或者是一些庇护工厂类型的小型作业单位。可是居然只有4.2%的人，他有名额可以进去。换句话说，需求很大，但是服务的据点非常的少。在20年当中，我们看见天使星从起初上帝的呼召，
成立天使星，后来成立一个社会福利基金会。然后我想要特别讲的是，2017年，我们从父母的需要，一直到后来展开了手足的需要，到了2017年是天使星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起初说，曾哥问我们，信仰该如何呈现在天使星？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走入天使星，我们先把信仰放到比较后面去。但是到了2017年，我跟赵晨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发现，就算你有很好的咨商服务、辅导服务、课程服务、讲座服务、喘息服务，如果你可以给这些父母跟手足灵性的关怀，他的人生才会更完全。因为信仰是我们生命困境唯一最好的答案。所以2017年，我和赵晨又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叫做天使星牧区。我们用灵性牧养身心障碍家庭。所以就在我们现在聚会的同时，赵晨人就是在天使星牧区。上次他来，是我留在天使星牧区。将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走走，就会发现爱奇儿家庭也是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当这个牧区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天使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把社会福利跟灵性关怀整合在一起。所以2022年天使星20周年的时候，因着上帝奇妙的带领，我们在台北市木栅景文高中的旁边有一个旧的房舍。刚牧师说，这栋建筑物有50岁，那我们租的那个楼呢，比这个年轻一点点，也40多岁。40多岁的房子，如何让一个社会福利机构进驻符合社会法规呢？它需要经过许多的整修，才能符合规定。例如最惨的是，它没有电梯，但是我们一定要加装室外外挂的电梯，所以这整个工程显得相当复杂。但是我们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一致的发现，这是一个神奇妙的带领。我们居然可以在台北市这个租金这么贵的地方，找到一个虽然它很老很旧，当时没有人要用，但是却便宜的租金，长期的租用下来。将来在这个地方会有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做社会福利工作，会有天使星牧区在这里带领爱奇儿家庭认识上帝，会有一个日间照顾中心来服务中重度的成年爱奇儿，让他的父母不要再挂虑。3合1的一个整合性的服务即将要在这里落成。这就是我们期待在文山区要打造的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也就是所谓的身心灵3方面整合的服务，希望带给这些家庭在各方面的需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地下室会打造一个聚会的场地。每个礼拜天，我们期待带领爱奇儿家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而这样的一个主爱楼呢，它是地上4层，地下1层，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它一定需要电梯的原因在这里。将来在地下室是主要的聚会场地，1楼是基金会总会的办公据点，还有牧区传道人、实习生他们的办公室。2楼、3楼是我们规划的成年爱奇儿日间照顾中心，然后4楼目前还在规划中因为我们的经费也没那么多所以我们先让4楼先简单空在那里一下。好，这整栋楼呢是我们将来期待，现在已经在工程中，我们预计。我们期望我们只能说我们期望一切顺利的话，可以在今年12月31号以前，让它
大致上整修完毕，明年初进入细部的简单的装潢，然后我们希望明年初办公室要先进驻，所以请为这个工程跟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目前刚刚可能影片中大家也有看到一些很破旧的一个装潢的状况这是我们整个外观这个不晓得大家看得清不清楚，它其实有一点文青风它很老然后外观是这样，然后里面大概是这样。谈到爱奇儿发展中心，就是我也介绍一下23楼的日间照顾中心我们未来会希望服务至少60个中重度的爱奇儿。如果我们服务60个，那就是我们照顾60个家，所以我们会先以这个地方附近的居民展开服务，而且不只是服务，我们希望落实社会共融友好，所以这个中心将来会跟社区里民做互动，因为在台湾的社会还是偶尔会听见一些事情，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因为不认识这些家庭，不认识这些特殊的孩子，所以他们会害怕或者是排斥。那我们希望这一个发展中心，它不只提供照顾，它还要去实践社会友好的一个理念，甚至于当这样的一个模组化把它建立好之后，就像影片当中曾哥所说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整理我们的经验，希望将来这一个服务经验跟社区共融的经验，要复制在台湾甚至国外更多的地方，让许多的家庭都可以同盟共处。那今天其实我带来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蛮应景的礼物。我刚提到明天是20周年，那基金会有一支纪念笔是20周年的纪念笔，然后我刚刚准备在后面，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为这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建堂，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大楼的3合1服务单位的整修经费的募款活动，一起来共襄盛举送给每一位今天捐款的弟兄姐妹。那好像我们有一个粉红色的奉献袋在大家的手上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用银行汇款，这里面有各种资讯，也可以现金奉献，也可以用刷卡的方式来提供您自己就是作为参考。所以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爱楼是一个要让爱奇儿家庭一起来经历主的爱的一栋建筑物，它不只是一个硬体，更是一个实践神的爱的一个团体。希望在未来正式开幕的时候，可以邀请牧师，然后弟兄姐妹一起来见证神莫大的恩典与荣耀。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执行长来甲咱的勇敢伫遮来分享。我相信拢真清楚，咱兄弟姊妹嘛希望咱会当为着即个事工咱来祈祷咱来奉献为着即个单位来祷援主事奉。请咱三个暗下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平等，感谢主，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阮来执行遵探你的旨意，听出你亲像家己，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有一个特别的了解，也就是阮拢是主你用重价所买来，阮爱用感恩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阮用阮的身躯来诚做荣耀上帝。主啊，阮搁一遍来恳求你施恩祝福。帮助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帮助阮会当搁较甲主相亲近，听出面亲像家己，听上帝，听主啊，感恩阮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这是咱来因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74首，女子是大温，演着请起来念。
请大家咱先开酒后来看我来讲。本周东港厨房甲下周的东港厨房的部分，请咱大家来看。有摆着厨房的东港车来比。除非你手甲方面的部分嘛，请咱大家来看。我来报告本回消息的部分。第一，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教会的聚会有做小可的调整。已经恢复实体的聚会，但是这中间有因为居隔，但是染疫的部分哦，也请来甲教会来联络，来关心大家。第二，谢谢天子心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肖老师来分享甲活款，嘛请各位乡亲姊妹来继续为着这基金会的事工来推动来奉献来带动，谢谢。第三，今日礼拜后12点半，教育组这是每个月固定的一个座谈，所以12点半伫仪式体教室，请各团体的会长、小组长来参加。第四，今日下晡的1点半有定期的讲职会，所以请各位讲职来举办亲来参加。第五，请各团体小组的分工的长职来提出明年度的事工的计划甲预算。请今日进行爱交互证书，因为咱来有编列预算的遮个时间。第六，本会协会甲对营有举办秋季妈妈成长班，所以来邀请各位听者来参加。想要参加的，让文乡传道来报名。第七，后主日是邀请郑文辉牧师讲座来分享。第八，咱教会成立麦子剧团，咱邀请有店主来参与今年度的圣诞话剧演出的会友。第下礼拜的主日9月11日主日下晡2点半到约书亚教室，就是舞蹈教室来有一个说明会，还有这个试镜。这摆是预计要招募大人甲小儿5年以上的演员啦，所以包括这个排练的时间，应该是周末假日，所以这个详细资讯哦，会当来联系 Grace 导演叶恩群导演。第九，中执会已经决议明年度的2023年的月历，所以有需要的听者，请大家来多多来登记，是1加1份。但是需要较侪分别的教会有代替来订，1份是80块，日历1本是250块，所以请有需要听者会当去公布来登记。第十，教会会员的证件，园艺公司伫9月13开始这个工程，预计伫10月8号前会完工。所以，即马会员内底若是有遮个植栽啊，需要来带走，请各位兄弟姊妹伫工程开始进行来将这个植栽来带走，9月13进行。这个设计图已经有大体图讲啦，所以请有关心地理的兄弟姊妹会当来看这个会员的设计图，嘛请大家来为着这个会员的证件。工程来关心到，关怀大道的部分，第一点，本会高佩瑜姐妹的父亲高德龙弟兄，已经8月21号下晡安息，这有定伫9月6号，礼拜2上午的8点伫2B举行告别式，所以请大家来为族来
岛。伫厝诶调养诶兄弟，甲带年诶外出诶遮个兄弟姊妹嘛，请大家来继续为来关心来支持来台岛。奉献诶报告，请咱大家家己来看，有毋对诶部分吼，请来让咱诶会计来做更正。我是。兄弟姊妹，今仔有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来，咱搁一遍来欢迎啦吼，嘛感谢吼天使基金会副执行长萧雅文老师吼，咱搁一遍拍鼓啦，来甲伊介绍一下。祝福吼，以上安尼讲。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同齐来读，伫《印度前书》的第6章20节，咱同齐来读，因为是用是咱来吟成名的诗，上用第514首，咱要线回标注数落，请记入来吟。吟诗线，请老师过来来指导。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基地，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有道。
1 2，一二三，test 1 2，一二三，test 1，好，可以 test 1，一二三，test，一二三，test 1 2，一二三，test 1，一二三，test 1。Test 1 2，一二三。Test 1 2，一二三。这样还不是一决定。Test 1 2，一二三。Test 1 2，一二三。好，我们试一下第一首的开头这边。好，我看到乐手这个 vocal， 为什么 ？Hello， 好。好，来，我们试一下。好，石友，等一下，石友。好，来，我们试一下第一首的开头。好，来，石友，你要准备一下第一首。对。好，来，预备了第一首开头哦。要快一点，要快一点。在耶稣里，我是一个人；在耶稣里，我是一个人。在耶稣里，好，再走。好，现在在这里。
等一下，我这首还没考完呢，这么等一下。我这边我没听到声音。来，没听到什么声音？鼓声，鼓声。继续，我可以有了，好来，然后，好 ，OK， 好，一样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最后这个第二首最后一句接第三首。看得出生命中只是你在我的十字架最大从下สู่归好，来第四首。好，等一下，第二首，等一下。好。慢，我要很慢，这样我会唱很快。在梦夜里记住我是手在不会回答的时我就在不停我如你在街上 OK 好，就是这样。
安。我们即将要进入今天的主日礼拜，所以请大家起来安静心。那在开始礼拜前，请大家将手机关静音。奏乐。怎么又开了？没有暂停。有啊，刚刚有弄过啦。